朋友，大家好，下晝3:86，歡迎大家準時收看《福氣來了》，我係劉慧珍。今日來到了8日，好空氣來報道嘅單元，我同所有鄉親朋友，共下來關心到了嘅空氣嘅話題，嗬。講到了，特將日來講幾年土啊，做下有那麼嘅欠保費，嗬。有真多人呢，老到講，身體唔調和嘅時節，去本先生看幾下，將會用到了欠保。其實啦，欠保咪要補出了個預防保險嘅部分，也是講接講到了空氣檢查嘅費用。順來啊，要補出呢條項目，空氣檢查按樣順去做嗬，那個數據按到嘅內容按樣順去看咯。嘅當然是我來搶到了專業嘅醫生來大家來講到咯。呢下呢，是大家來歡迎啊，今日來到現場嘅李紹泰李醫師，李醫師你好。係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好，今日來講到嘅嗬，就是空氣檢查嚟哦，可能要當到朋友會知道講，呢個檢查啦，嗬，冇檢查就冇事情，而檢查嘛嘅問題全部來咧，所以呢要當到嘅朋友都知道，冇愛去檢查，嗬，咁個呢有到朋友見面嗬，真緊嘅咧，嗬，當然找時間來做呢個空氣嘅檢查啦，嗬，做啲老鄉親朋友來講下，你講到呢個空氣檢查，啥嘅想法觀念全部冇聽到，幾多歲人愛檢查，香港呢啲檢查嗬，做到嘅部分，所有又係哪啲位咯？其實哦，你講唔係講我幾多歲以後將來檢查哦，其實個檢查係健保嘅，佢規定講40歲以上嗬，3年做一擺，而且就嘛唔辣，哦，因啊，市場一部差嗰種啊，差因比差還要複雜，差是嗰度線啦、線路機器添。哦，因線啊，唔係機器添咯，因線還有一啲化學嘅，即係講按啲了解身體來講，煙熏來講嗬，按到嘅了氣管來講嗬，可能按食東西食落去嗬，佢咪單強讓你消化嘅過程地度，可能他們要當到你講化學嘅了解反應出來哦，你時間有為就當到冇條了變化。對，所以。你查嗰時候5000公里水檢查咧，保養咧冇講因，係啊，所以因啊其實有啲因啊，好嘅因是差唔多20歲以後，是可以是因嘅身體所漸下來嘅，所以應該20歲以後啊，做得那些你最好當然檢查一下，係最少你嘛你2-3年來檢查一下，唔係講喺檢查以後是冇事情。哦，有檢查是有事情，係你冇檢查，你本來是有事情嘅，你唔檢查，等到有事情嘅時候是變到當太挑嚟啦。所以啊，你家家是要檢查嘅時間，你檢查到咧，你自己愛放檢查到，細孔夾到補。係啊，冇等到太空、太馬孔補，咁將來嘅就多麻煩咧。是講查孔樣啊，你本來是個輪都冇去，冇買包去。你冇去關機，冇去關機，等到個氣流降咧，變到輪圈，個變形咧，開始變到太實心啦，咁樣。個實嘅圈啊，吼，唔係按用按細條，變到動態條嚟哦。其實按健康檢查是強壯係按嚟處理，吼。市場因為了擺按呢個保健就嘛要出衛生局有一隻檢查度，吼，叫答5分48秒，台灣是有一聲音速度啱，都領樣咧。哦，其實會速度啱盡，咪要出啦，嗬。啱盡嗬，打呢個10大死亡原因第8嗬，排放體熱排衝啱嘛。哦，了解講到呢個濕態死亡嘅呢個原因來講，衝啱係最多嘅。衝啱當多，呢個衝啱來講，當然其實係排體熱嘅，當然一排前10名第8度嗬，還有其他嘅啱盡冇？有哦，大概加上嗬，個衝啱啦，哦，韓國嘅胃癌啦，韓國嘅卵巢個子宮癌、子宮頸癌啦，嗬，然後全部嘛當多。好，所以講真緊嘅嗬，到你個排名前10名第8度啊，嗬，算起來啊，真緊嘅是要當到算係啱盡，韓國其他嘅呢個呢種3個嘅部分，也都全部係有啦。不過有啲係做得預防，有啲可能冇辦法來先做預防嗬。講到頭先呢個空氣檢查嘅部分，啲差額來講，差額快啲。
好，做唔得事咧，你做得冇人推信係啊。嘅不過你身體來講吼，係一世人那樣愛用哦，用一世人嘅，所以愛好好來照顧，好好來保養嘅。你一講到你係抗癌檢查，當然係早期來發現，早期來做治療。韓國你早啲發現來講，咪嚇早啲上到錢啊，還是講係食安太條嘅錢。你一直就當到朋友是開始問講，你頭先講我幾多歲開始，這樣早啲來做抗癌檢查？哦，你幾多歲來講吼，真難講啦，因為從來嘛就發現講，就啥是各種三驗身體咯，各種三驗身拄好去通家媽強下來檢查，家媽是講巡查檢，按到巡查檢啦。老阿妹強下來居然做抗癌檢查，一講成年呢就大人強下來。巡查檢巡查檢啦，叫我拄好，我就推檢到 BNI 指數又高，該結果要睇醫生做檢查，進一步檢查一下，僅僅是有BNI 大概地位哦，因為加全花生米粒安胎，該拄到會領導一起早期開刀，是開刀。veterinary 是好嘞，係做個該睇醫生先生是講啊，係嘢該係好慢掉來，該是唔係是 veterinary 咯，該所以要化療、電療，你乜該就會做，是非常容易，所以佢是按照早期嘅，各種天，所以你是就開始都做呢個抗癌檢查，你真緊係冇停錯嘅，所以你日做你要買感覺，自家要感覺到買唔送上嚟些。當然像挑戰嘅各種嘅嗬，佢乜嘅感覺就冇。佢下應該係完全是冇感覺嘅，完全係允許啦，允許到。所以一般嘅人嗬，我是講，你要檢討，冇是最少你20歲以後，當然同意一個家庭醫生嗬來做配合，檢查一下身體，最少看嘢嘅三高有冇，三高最重要嘛，癌症是40歲以後最好當然做一擺。當然來做一擺咧，就檢查啦，癌症部分嘅檢查。咁講下要張孕婦嘅為數嗬，即係頭先嘅成因啦嗬，見講也個啲大頭名嘅係腸癌，因為你為留意檢查到了解係入邊咽癌嘅部分出來，係要特別講記得要加速嘅胃腸營養辦現嚟。佢計只冇。該只冇加速嘅個眼睛嗬，佢純粹因為一般醫院嗬會做3項到5項嘅個癌症檢查。錯。我該因為喺桃竹苗地區嗬，最多鼻咽癌、韓國肺癌嗬，所以我要推加做呢2項。加做呢2項，拄好叫做到是有鼻咽癌。因為桃竹苗地區嘅人嗬，黑人也好多，韓國食嘅路過嘅東西，路過嘅東西食多咧，好會引起嘅癌症病變。因為路過嘅東西地表都有嘅黃麴毒素嘅都好多，所以呢個東西其實會引起的嘅癌症變化。像癌症變化一些，唔係講我一下就癌，實際下是當到癌，因為佢是。其實你所有嘅人啊，所有人體啊，人體地表，全部有癌細胞，全部有哦，沙沙子有哦，是哦，你保養到人半年，韓國有搶到食嗰度致癌嘅東西麼？係有些冇保養冇檢查，其實慢慢的是出來咯，所以你會預防是安樣因。所以假使講自家本身啊，嗬，人哋只氣味，嗬，要安樣嘅咋，可能體質啊，一講環境各方面嘅影響，人哋了解醫生就當然你係了數據來講啊，嗬，係對哪片來嘅？了參照哦，了個醫學地位，醫學嘅了解研究嘅部分。韓國嘅癌嗬，佢上到變到1公分嘅時間啦，1公分嘅些時間就冇一停，有到癌去當腳。一下是垂到動，變到動態，有到時會好慢，像射護線啦，有到時會好慢。太長啦，韓國子宮嘅子宮頸的，佢是抬到好夾，因為佢繁殖好夾，差唔多1公分嘅些是10⁹次方嘅個細胞，10⁹次方是你看
算下来是拄日字啦，嘿，当日字的细胞，该是1公分大小，嘿，啊1公分大小些，做个抬下去，1公分大小是差不多因为感觉多了，感觉多咧。感觉多一些其实可以是为散步了。所以，你讲到吼，不管是哪种嘅了解癌症来讲啊，佢嘅了解个发展嘅速度啦，吼，可能冇嘛強弱，去變化嘅事件啊，吼，咪冇強弱。有時就做得當然吼，就做起吼來發現啊，用係一定好嘅。1公分以下嘅，是最推。就叫來處理睇安樣去，吼，喺個好好來調整自家嘅啲食習啦，也係講了解生活嘅習慣咯。好，你講到了為當然吼，老大家講到了解抗體檢查係要用辦重療啦，吼，了解按重療嘅部分吼，了解直接大家是開始想嘅，好愛愛去檢查，順來啊，吼，有陣醫生提到嘅咯，了解鼻咽癌嘅部分吼，當然係了解氣味好多，佢就是會檢查，不過。安多嘅家庭，安多嘅冇強樣嘅生活習慣，喺個像講嗬，醫生嚟講，佢做內都有項目嘅抗體檢查，許多啲人動嘛個一套兩套，嘛個重新點餐強樣嘅套餐咯。但時間啱用辦去跳通，用辦去現場。咁樣嗬，最好你是通一般你嘅家庭醫師嚟配合好，因為你最好是一般嘅檢查先檢查多，先檢查好，係你就肝有問題，冇是。太平有冇問題？你講咧針對呢種問題做進一步嘅檢查，那是一般嘅檢查。韓國你平常是你三高水先來檢查人來，那癌症篩檢些是另外會做過來做嘛套餐，當然未講一聽來最貴嘅最好，係最貴嘅相似好，你這下是去做電腦斷層做嘛係該些，其實。了都嘛有一種輻射線嘅個危險。好，所以咪講嗌所有嘅檢查是愛去做啊，上班下面有啲輻射嘅部分，所以你做得透過了解到家庭醫師後咧做個討論過後，你就做得啲個，啱你下後做呢啲嘅檢查係最安全，係最適當嘅，最拄好嘅。最拄好，唔是講。用牛刀殺小雞啊！真緊嘅，嗬，你講到呢個癌症咯，已經係2030年來講係按觀念實態嘅呢個死亡原因嘅部分擺明來講全部都擺到，所以呢個健保局就提供到呢個癌症嘅呢個試驗咯。頭先醫生咪有提到，上來係呢度咧，人家下陣個技術來啦，大家嚟講到。